所以如果你每晚戴住耳機聽一段你想實現嘅人生程式，嗰個程式就會開始運行。佢唔係播俾你已經關閉嘅表意識聽，而係直接輸入潛意識。你會成功，因為每日有95%時間，你嘅程式會自動追蹤你嘅願望。我作出我留咗，瞓後4時又靚，到底本書講句咩？唔單止講腦彩比蜜月效應就係咁樣，呢個就係22世紀實人網絡成個故事。所以一直被人編寫程式，我哋要食紅色藥丸定係離開個程式？其實墜入愛河就等你食紅色藥丸。嚴格乜落會為你個表意識可以專注做緊嘅事，或者會走神諗其他嘢。當表意識主導時，你可以完全控制自己嘅願望同慾望。表意識係有創造力，你掌握主導權。當你開始分心諗嘢，自動導航模式就會接管，表意識會放手，立不以咩要求導人，不又係厭棄。如果我哋思緒萬流，即係被潛意識控制緊，被有意識控制，呢種狀態好唔理想。就好似你揸緊架車，從深海河睇墜入愛河，等要食紅色藥丸，令你保持覺察。因為你終往遇到穩記成世紀伴侶，呢個時候唔可能太多專注眼前人。啲人生可能一直好灰，但24小時後忽然變成天堂。連食物都好味嘅，音樂都動聽嘅，咩要係紅色藥丸效應？點解會變？因為你停用舊程式，而家又有意識嘅創造力主導。但點解蜜月期唔持久？因為日常瑣事會觸發潛意識程式舊行為模式又發現，你伴侶會見到你隱藏程式。同例解決方法，用晚間聽覺訓練重新編寫潛意識。呢種自我催眠方法可以避開心理抗拒，結果每日95%時間自動追蹤目標。關鍵係擺入睡前嘅非停腦波狀態，同童年學習時引腦波一樣。最適合重新編程嘅就係墜入愛河嗰一刻嘅感覺，你停止咗運行嗰個程式，而家你從意識主導嘅創意思想運作，即係由願望同慾望驅動。你到底想從人生中得到啲咩？如果你答到呢條問題，就係一個創意答案。根據定義嘅就係有意識嘅，所以普通人嘅生活入面，願望同慾望只存在歐意識層面，一日得5%時間向目標進發，95%時間你都係行緊舊有程式，硬要搞挑，唔要個。但問題講緊實際上係90%時間。有意識主導，一日90%時間，你都係用創意願望同慾望運作。就好似我講過，你之前人生好咗個，我用24小時跟隨願望運作，之後停止運行舊程式，即刻令你嘅世界由地獄變天堂。然後你會問點解蜜月期唔可以長久？我話因為你始終要諗記啲嘢，工作家務責任，一開始思考，意識就會關閉，跟住潛意識嘅啲行為就會浮現，當中有70%係負面，一
記得你同伴侶都係用意識相愛，跟住突然間你哋又開始思考，時候你同父母學翻嘅啲行為就會出現，你伴侶會問：記呢一邊度學翻記，我哋明明仲喺蜜月期，我從來未見過幾種行為。如果你第一次約會就表現幾樣，可能就冇第二次啦。但而家先出現，我話點解？因為我停止保持覺察，需要加入維持蜜月期，就要改變潛意識程式。好簡單，意識負責願望，潛意識負責